各位来宾，大家好，会议即将开始，请大家迅速入座，谢谢您。各位来宾，我们现在现场捡到一只手机，请问有人嘅手機留拖洗手間嗎？如果有人手機留在洗手間的話，可以到前面來認領，謝謝。你請他到外面認領。哦，請到外面服務台認領，謝謝。这一场也会顺着结束的时间会推后了哈。有可能。好，这个我不管，对啊，主持人搞不用讲时间怎么调整。我不知道，我当时有控制时间，尽量。对啊，后面还有中国。两边要转场比较麻烦一点。对。各位來賓大家好，歡迎參加客家日彩體經濟發展同客家日社會運動嘅分組議題研討。首先，我哋有請邵攝人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林本憲教授致辭，掌聲歡迎。大家好，我係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林本憲，我哋就從有兩個場地，探討兩個問題，不過咧，呢個時間頭先就較晚結束，同大家報告我講嘅太普強唔好講我客家話冇講啊，呢個時間就較耽誤到，故所等下呢拜託兩場嘅主持人呢個時間略來較縮短一啲啦，故所我是建議講，呢個場嘅時間，看做地講4點20分來結束，因為等下下晝綜合座談下晝呢大會宣言個閉幕典禮故所時間就較要調整一下就希望嘅場地呢場地討論客家老在地國嘅經濟發展呢場地嘅主持人請到世界台灣客家聯會總會嘅名譽總會長蔣偉斌先生朴秀翻譯。另外一個場地桃園廳
咱的主题是客家老社会运动，咱倡导是美国中西部客家同乡会前会长吼，咱现任巴勒特市文化委员会理事邱美纯女士哦，在咱另外一个场地现在有直播哈，另外一个场地来做主持人哈，咱掌声欢迎咱这个场地的邱美纯女士主持哈。按接下来哈，咱就将那时间哈，交问两个场地的两位主持人来主持哈。感谢大家，感谢安子生。好，安尼感谢安尼召集人哈，我先使我介绍一下我是庄伟斌，我是世界台湾客家联合总会的第11届总会长，我是安尼中华民国的侨务委员会的侨务委员，我是桃园的杨文仁，我伫遐伫泰国的。曼谷，吼，我带佢嘅位啦，吼。今日咩真欢喜来到呢位来主持今日呢场，安尼叫做客家佬在地嘅经济嘅发展，吼。安尼来倡导按道嘅安尼乡亲，吼，来安尼嘅分享。我咩真欢喜啦，吼，我按道。来到世界按到国家嘅客家乡亲来到呢位，我特别感谢安尼泰国的乡亲来到呢位，我的朋友站起来，还有我的理事长来，公器私用一下哈 ，OK， 安尼其实安尼个客家文化要推动伫海外无简单。我去到安多国家、安多族，我做世界客家联合总会者，去到青岛国家、青岛族，然后看到安尼客家乡亲伫推动安尼客家文化，真无简单。但是有一个基准点，就会你自己的本业事业，个都市要顾到，也就是经济本业要打拼的有基础了以后，你才可以再做我们的客家。的延续的打拼，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这么多前辈，这么多的前辈，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案例，成功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分享。我们在台上的这几位是其中的几位，我想待会我们可以仔细的聆听他们的演讲。那现在让我来。简单的介绍我们这次的这个演讲人，还有我们的回应人。第一位是我们的印尼的邱昌仁董事长，他是印尼客属联谊会的副总主席，也是印尼舞龙舞狮协会的。总主席，当然他的事业的非常的好，他是 FKS 的董事长，他的经营的这个事业很多他是从这个我们所谓的以前卖土产做到现在的食品大亨，他也涉及了他的房地产，也涉及了物流，非常的资深，也非常的成功，听说他在印尼呢，这个我们台语讲话最也跟当了，就是这个一讲这个，他声音一喊呢，这个水会结冰了，OK， 所以是非常重量级的，所以待会我们听他分享。那第二位我们的这个主讲人是澳洲雪梨我们全球台湾客家联合总会的总会长叶医生总会长。他也是我们夜市集团的总裁，他在澳洲还甚至其他国家有很多的饭店，我在上个月有到雪梨有去拜访他，
哦，他自己开着他私人的游艇哦，带我游那个雪梨的那个海湾哦，然后住他的饭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这个我们的雪梨台商哦，澳洲台商。那我们第3位演讲者哦，他因为档期的关系啦，刚好不克来参加，他就是我们泰国阿玛达集团的邱维公总裁哦，他待会会上线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分享哦他的经历哦，他是我们泰国来到台湾的侨生哦，跟我其实是校友。哦，他也是台大的校友，所以我们在泰国台大校友会的时候会常碰到面。哦，他主要是做工业区开发，他在越南、在泰国、在缅甸都有开发工业区。好，那下一位是我们的回应人，就是我们中国信通商业银行的厉明宪董事长。中国信托在很多的国家。哦，都有分行，哦，包括泰国。泰国其实是一个很封闭，有一点封闭啦，不要说很封闭的国家，所以我们银行业非常难进驻到泰国，所以我们中国信托有魄力，直接在那边把那个当地的一个银行的最大股份把它买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中国信托在泰国给我们支持我们的事业，才可以继续往前走。我们下一位是我们的黄董事长。黄董事长呢，他是物流做物流的嘛也跟邱董物流是，他是我们杨梅人。那我其实在上次桃园市客家局请我去名人演讲的时候，他有来给我支持还有加油打气。我知道他做的物流非常的大，跨越这个全球5大洲主要是做晶片还有电子业的这个物流那所以待会我们也期待他给我们的指导那好，刚刚的这个召集人也说了，我们时间有点 delay， 所以我想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想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讲座。好，那我们现在欢迎第1位演讲者，我们的叶益生叶总会长，来，请。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这个邱召集人说他客家精不精啊，正不正啊？我连客家话都不会讲啊。所以，但是呢，我爱客家的精神跟努力完全没有丝毫跟我们所有客家乡亲减少任何一点点。各位给我鼓励吧。所以很抱歉，容我用国语来跟大家讲，尤其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有关于赚钱跟亏钱的事情，所以这个的话不能讲这个不标准，也不能讲错，所以呢，还是用我比较能够这个讲的方式来跟各位报告。其实各位客家乡亲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事业有成啊，然后呢。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一些这个经验的话，还是说讲的一些有关于这个经济的一些问题的话，可能是对各位来讲都是小菜一碟。像那个巴西的张友锡总会长啊，这个事业这么成功啊很多位这个事业都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今天首先要先讲的2个这个主题，一个就是赚钱，一个就是亏钱。各位喜欢先听赚钱还是亏钱呢？赚钱先来是吧？好 ，OK， 我做酒店业，刚才我们张维斌总会长有介绍我做酒店业，我是从一个28个小黄这个酒店，在20年前开始做，然后一直努力。经过20年以后，在2004年到今年的2023年，现在已经有1000个房间。
所以在这个20年里头的话，这个成长基本上就是2年3年就收购一个酒店，2年3年就收购一个酒店。那怎么样赚钱呢？我现在讲一个案例好了，讲一个案例给大家听一听。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收购了一个酒店。那我去收购这个酒店的时候呢，刚好碰到了在澳洲的一个新的法令的一个开始，也等于说我们台湾所讲的钉子户条款。澳洲没有这个条款，因为在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因为很多的旧楼必须要改造，所以说这个旧楼改造的话，一栋楼里头可能有100户，你要完全收购完成非常困难。那因为澳洲的房地产来讲的话，它的年限，因为澳洲是一个很新的国家，所以说它的房地产的年限没有这么久，大概澳洲的房地产平均都可以使用100年以上，所以它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很多的旧楼，纵然旧楼还是在使用，但是这个钉子户条款的话呢，它已经发现说已经有些楼要做了改造了，所以不得不有这种钉子户条款。那我看了这栋楼，然后也是第一件这个钉子户条款的适用者，所以我就看了这栋楼以后，我就发现说它有商机存在。第一个商机就是说，这种商业楼的话，它有160个房间，它这个房间都很大，每个房间都大概就有50个平方米左右，50个平方米，52个平方米左右。然后呢，在地产来讲的话，它是看收入。看这个房间数，看你这个楼的地段来决定你的价格。那这个楼的地段当然很好，房间数也不错，但是呢，它的那个房间数，它的房间很大，我就觉得说它可以来改造成一个房间变成2个房间，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就很积极的来收购这个楼。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收购的这个楼的构成里头的话呢，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这些困难的话，就是说楼的拥有者，这个地产房间的拥有者，他都是希望说他的楼能够卖更好的价钱。所以我们在谈判收购的时候呢，每一户的情况都不一样，他要求的这个价格也不一样。甚至于说，我的楼比较高，我希望我的价钱比较多。我的楼比较低，它就没有谈判这样的空间。但是说我是向东，我有照到阳光。有些说我比较高，我风吹得到，价钱都不一样。每个跟你谈判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费了很长的时间来谈判说这个收购的动作。最后终于收购到一个程度，收购了75%。在澳洲的法律来讲的话，新的法律就是说，你这个旧楼改造，你收购了75%的话，你就可以强制执行。剩下的25% 的这个强制收购，但是呢，我谈判到大概78%的时候呢，我申诉法院，所以我这个已经达到澳洲新的法令的标准，我可以剩下22%是不是可以强制的执行？但是呢，到法院的时候，法官跟我讲，这个是我们政府的第一个个案，他希望能够缓和处理。什么叫做缓和处理？你最好收购到98%。我说这个法令不是75%吗？我已经达到78%了。他说这是我们第一个个案，他希望说能够很缓和的来处理这样的一个收购案。那对于以后的话有很大的一个这个行政上的一些帮助。那我也没办法啦，法官既然这么说了，我也不能反驳他，所以我就再慢慢的再去收购。那又经过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因为各位知道，越后面越难收购，越后面的话越难谈判，所以最后又花了1年的时间，把这22%基本上谈到又增加20%，所以说我的收购的这个标准已经达到98%了。那当然这个已经是剩下的3、4户、4、5户的话，他还是跟我谈判，我就不跟他谈了，我就强制执行。那么这个案子就收购完成。那收购完成的话，我刚才报告过说，那同样收购的话要怎么赚到钱呢？所以我刚才提到说，一个房间变成2个房间，160个房间，我把它切成2，
把它重新的装修、重新整顿，变成300个房间。那刚才有跟各位报告说，在买卖地产的时候，它是用你的像酒店来讲，它是用你的房间数，以及你的营收，以及你的那个地段来计算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就把整个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酒店的价值增加了将近1倍，也等于说本来是用1000万买的地产，因为经过我这样的几年的改造，然后把它变成房间数的增加，然后酒店的行业的升级，然后把它变成了将近2倍的这个增值。这样，这个是我这个个案，这个收购的个案得到的这个成果。但是这个当然时间也花得非常长，也花了大概3年多的这个时间。好，这是赚钱的个案，这是赚钱的个案。事实上，这个赚钱的个案也是很辛苦的去做收购。这边有我们这个我们的董事长啊，他是我的老板啊，因为我都跟他们银行贷款贷了很多钱。我在这边也要感谢他们哦。对，好，这个是赚钱的个例。我现在要讲一下亏钱的个例。这亏钱的个例的话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其中的一个酒店里头。那这个酒店的话，在前大概是5个月之前，4个月到5个月之前的话，因为最近我们雪梨下雨下了很多，然后呢，这个大楼里头的这个墙面积水，积了一些水。所以说那个水积的太多的话，它腐蚀到里头的钢筋，那墙面的这个水泥就有点裂缝。那这些裂缝的话呢，就有一天我们发现说有一点裂缝，还来不及跟它这个去补救的时候呢，掉下来了一块水泥，大概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水泥掉下来了。晚上掉下来，还好没有砸到人。那掉在马路上，那个是一个12层的大楼，在第10层的地方，然后一块水泥掉下来，然后没有砸到人，还好。那掉下来的话就很严重啦，因为跟各位报告，纽澳它是一个非常的先进的一个国家，非常重视人权、跟生命、跟法律，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马上跟政府看守来报告说，我们这个水泥块掉下来，那一掉下来的话，我们就跟政府报告，政府的话马上就找人来勘察。那来了勘察以后呢，各位，一块水泥掉下来，政府来勘察以后，立即要我们勒令停业。我们那个住了200多个人呢，当天早上昨天晚上掉下来，今天早上马上上班，马上报这个政府。政府来看了以后，马上写一个公文，勒令停业。这个在这种国家的话，你说你不遵守法令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那个很可怕的哦。所以勒令停业，200多个人要怎么样去把它移走？而且是当天中午的时候就要我们下午开始，这个12点以后1个人都不能住。好，那我们也没办法，还好我们在雪梨有几家饭店。有5、6家饭店，所以我们把人也就慢慢移到我们饭店，但是没办法移。当然这个是一些工作的问题，我们移到别的酒店去，当然也亏了一些钱的。这个还是小钱，这个还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说，勒令停业以后，马路封锁，它马路必须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的情况的话它不是说你围栏围一围就好了嘞，围栏是政府来帮你围一围，24小时派人。在每一个路口看着24小时，也等于说路口的封起来以后的这一边、中间、旁边、在左边、右边全部要派人，每一个地方要派2个人到3个人，就指挥就是让人这个路人不能经过，这个多可怕一共4个地方的话派了10几个人，每一个小时我现在讲台币好了每一个小时白天1个小时要800块1个人，到了傍晚的时候变成1.5倍，到了晚上12点以后的话变成2倍半。
那等于说晚上的1个小时要2、3千块啊，一个人啊，10几个人啊，为了说安全啊，就是这样把你围起来，围多久？不知道，这个已经经过了哦。所以说，我现在跟各位报，这个光是围在那边的话哦，就围了将近2个月。你知道吗？光是政府派人来围在那边的话，你花掉几钱？600万台币。一个石头掉下来，哦，600万台币把你围住。接下来呢，开始说政府来讲了以后，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的去维修。那当然维修的话，一定要去把这个上面10层楼的地方，修补好嘛。但修补不是这样容易啊，你必须要先搭那个人行架啊，就人行道的那个架子，铁架子啊。光是搭那个铁架子的话，又花了大概是500万台币。光是搭底下的铁架子，还要再往上搭那个铁架能够往上去修补的这个地方，哦，搭那个修补的话，又花了大概600万。各位，架子都还没搭好，就是全部这样的时间，加上搭架子，加上这些动作的话，就花掉你将近2000万台币了。这个是一毛钱都不能省的哦，你必须要这样做哦。好，接下来的话，维修工程人员来看怎么去帮你维修，又看了大概2个礼拜，给你一个报价，报价多少呢？报价大概100万美金，来维修你那一块石头，哦，把你补好这样。跟他杀价杀了半天了哦。好。那么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不维修是不能营业的，我们已经停下来不能营业的。这个时间已经经过2个月了，到那个时候才开始说可以让你维修。这个很抱歉，哇，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啦，剩下2分钟，我怎么讲啊？还有很多要讲的那个接下来很多成功的这个故事啊，我看哦，我用对了。好，那么这个维修了以后，现在已经维修完毕，架子刚刚拆下来。这个案子的话，花掉了5000万台币，一块石头掉下来，这个是1个月前的事情。本来我今天不讲这个故事，但是呢，我今天非讲不可。为什么呢？做生意的辛酸呐，尤其在这种先进的国家，在这种非常控制非常严格的国家，哦，赚钱很困难，花钱很容易。所以他们银行每天都来看，说这个哪时候修好，这个哪时候会再花钱，花多少钱，很紧张啦。这个就是在纽澳这种国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非常困难。所以这一点我必须要这边重复一下。那是不是接下来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哈？1分钟的时间，那赶快是不是可以把它打的我们要讲的有几个人员，我介绍一下哈。因为这个成功的人士相当多了哈。比方讲说，我第一位讲的是王连生，这个 PowerPoint 是不是可以这个我用2分钟就把它讲完哈，很简单一些这个朋友。王连生的话，他是纽西兰的这个奥克兰的一个会计师，然后呢，他是年轻人。他这个做会计师做得非常的成功了哦，然后在他的那个过程里头的话，这个是我们酒店哦，对，这个再接下来继续下去，再继续打下去，碰到王连生的这个，然后他这个会计师哦，他自己创办的这个以前他在这个很大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那之后的话呢，他自己创业。那现在创业的非常成功，这是我们在奥克兰的，我们现在讲纽西兰的哈。第2位，我们继续吧，剩下只有几十秒。以前我说我们在海外的人哦，各有生存之道啦，哦，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存的这个基本。以前我做什么？他种菜，也种得非常成功，哦，种菜种得非常成功，然后也赚了很多钱，也从事我们客家的活动非常多。大家今天我们那个院长啊，行政院长他讲说我们这个布里斯班啊有很成功的龙舟比赛，然后得到政府的肯定。他也是创会会长哦，以前我不多讲了，没有时间。接下来下一位，我们PowerPoint再下来好吗？好，伍其修啊。哦，伍其修很多人都认识他哈。伍其修的话，他早期的话是在台湾哦做电子业，也做得非常成功，移民到
这个南非，然后接下来的话，在南非也做了很好的这个事业。接下来他就看到南非这个我们的这个罗总会长在那边哦，南非经济状况很不好，币值大贬，他赶快逃到澳洲来。所以我们的罗总会长还没逃啊，赶快欢迎你来澳洲哦。这5期做也是非常成功的。接下来下一位。好，这个江秀琴哦，在座，他是澳洲这个布里斯班的，他这个大家也看到的哈，他这个从事的就是这个肉品加工啦，然后做了很多客家的食品哦，很多客家的食品来贩卖，那也做得非常好哦，这也是我们客家人哦，这个安港警醒的。哦，这真的是这个不简单了哈，在各个地方都有他不同的这个事业体哦，然后都做得非常好，也生活得非常好哈。这个江秀琴，我们现在的大洋洲的客家总会总会长，好，接下来下一位。那这个现在这个三展志哦，他是年轻人，非常年轻哦，然后他是那个从事旅游业，那么他现在是在我们墨尔本客家会的会长。然后他在旅游方面的话，也是做得非常有成就。他跟我一样是在服务业，所以说我们在 COVID-19 的那一段时间的话，非常糟糕啊！哦，旅行业也非常糟糕，酒店业也非常糟糕。但是我们都这样的度过来了哦。那么非常不简单一个年轻人，而且年轻人客家事务，他老是跟我讲说，你看我这么年轻会讲客家话，你这么年纪这么大，你为什么不会讲客家话？所以好 ，OK， 然后接下来下一位。好，谢明金，这个是雪梨客家会的会长。谢明金哦，很漂亮哦，这个也很年轻。然后呢，毕业新州的威尔斯大学化工系以后，他就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医疗器材公司，之后他自己在地产公司，那这个卖房子，澳洲的房地产哦非常稳定，欢迎各位来投资啊！哦，这个可以找谢明金，给他谢明鼓励一下好吗？好。那么今天的话哈，因为时间太短了啦哈，所以说我没办法一一的跟各位报告了哈。但是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哈，在事业上非常成功了哈。我这个只是把小小的我的一些经历提供给大家。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说，在纽澳这种地方哦，投资很困难，确实非常困难。而且发生了什么事故的话哈，你真的是欲哭无泪了哦。而且最糟糕的是保险不赔。这5000万保险不赔，为什么呢？我跟他申诉，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你没有这个记录来维修，我怎么知道哪时候会掉下来啊？他说我没有记录维修啊。澳洲是这样哦，你这个插座的话，你每年要找人来维修哦，要给你执照哦。你没有执照，你如果发生火灾，他不赔的。说你没有长期每年来做维修，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啦。哦，然后我们做生意的话，有时候投机取巧啊。反正有什么好维修的？没代志的没代志啊，还有什么好维修的？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大概到这边，好不好？哈，非常谢谢了，因为不好意思，这个时间太短，没办法多讲。谢谢，感谢，谢谢。好，你感谢你叶总会长哦，他的分享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海外创业或者是打拼啊，都有他的故事啊，有好的。也有坏的，反正就是你客家人硬讲精神，就从过去就好了啊！来，你现在你来分享你的邱长仁嘅董事长来分享一下哈，感谢。因为在印尼，中文中断了几十年，所以用华语演讲不太流利，请各位谅解。亲爱的大会主席，各位政要，各位工商界同仁，亲爱的客家乡亲、兄弟姐妹，各位嘉宾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我感到非常荣幸，又一次来到台湾，美丽的台湾，并且有机会登上一个国际工商论坛，感到乡贤总感到十分亲切。千言萬語一句話，我係客家人，我們都係客家人，客家人萬歲！謝謝。首先，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我叫邱昌仁，住在廣東梅縣。是印尼第2代華僑，出道半世紀，茫茫50載。我從一個土產公司的小伙計，白手起家，自主創業，後來創辦了印尼 FKS 集團。印尼有2億7千多萬人口，是世界上排名第4大的人口大国，华人将近2000万，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20多年来，我们以全方位的从农场到餐桌的商业模式，在5大洲20多个国家，为2800多家客户提供服务。FKS 所属企业遍及印尼，为主要分布在爪哇岛、苏门答腊和南苏拉威西，每年生产精炼白糖80万吨，大豆和豆粕超过400万吨，生产面粉100万吨。还有玉米淀粉、葡萄糖浆和果糖等40万吨。我们还在北美和南美巴西收购了若干大豆与甘蔗种植基地，在全球10个国家的地区设立了办事机构。集团在印尼多个港口建造了谷物和煤炭专用码头。目前每年的吞吐量各1000万吨，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为用户提供散货运输服务。2022年，我们整个集团包括国外的基地，总产值大约是80亿美金，正在印尼和东南亚食品和农业价值链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与日本、马来西亚、欧洲和美国大企业合作，企业规模与科技含量都达到了印尼乃至当今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我们在深知不能自满，必须不断深化服务，继续延伸扩大产业链条，保持自己的独特优势。按照论坛既定的主题，下面我向大家报告一下客家人在印尼基本的情况，以及在国家经济成长中的扮演的角色。印尼华商有悠久而复杂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年以前。从那个时代，华人就成为印尼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在印尼茂盛的原野和蔚蓝的海洋之间，客家人作为华人族群中的一个坚韧勤劳的群体，
在此风云机会，以家族为纽带，以商业为支点，开拓事业，发展贸易，将客家精神以实现经验世代相传。目前，印尼客家人大约有800万，占印尼人口华人总数的40%左右。客家人在印尼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在挣扎奋斗的过程中，孕育出独特的商业智慧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从编辑城市城乡的小商小贩，后来到崭露头角的企业精英，一步一个脚印，在经济舞台上踏出了繁荣的阶坡。过去客家人的经营特点是80%属于小本营经营的零售商，他们以家族店、夫妻店等家庭作坊的形式，大部分都是住家与商铺合一的阿龙店。大家知道阿龙店哦，这是小的店呢。一般上，客家人在华人经济中基于中下阶层，经济实力不及福建人。过去南洋有句老话：客家人开铺，广府人旺富，福建人占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客家人特别能吃苦耐劳，早期很多地方都是客家前辈开垦开发的，广府人呢擅长各种手艺，又会经营，就把技师兴旺起来。而福建人能打能拼，傻命敢赌，做生意包山包海，垄断经营，市场就变成他们的掌控。但是后来就不同了，尤其是这20-30年，客家人相对保守的观念有很大的改观，中生代纷纷崛起，涌现出一批势力雄厚的企业家，有些已跻身于跨国集团的行列。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家人在印尼工商界的角色越来越多样化。虽然印尼华人经济总体上还是福建人占据优势，可是随着98年金融风暴之后，国家实行民主改革，政府控制的领域重新洗牌，过去形成的垄断格局出现松动，很多客家工商人物抓住历史机遇，一跃而起，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这些客家人企业之所以能够弯道超车，后来居上，主要得益于我们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传统，有着一副情长的坚守与继承。不论在什么地方，客家人崇文宗教，重视孝道，留存人文历史，制作并且狂热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族群。比如在印尼，那些最大最有钱的老板不一定是客家人，但是那些投身于办学校、办报纸、兴建华人文化公园和博物馆，以及开设中文书店、创办华珠、百事词、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等等，凡是这些操心费神、捐款出力，
不赚钱还要倒贴钱的项目，几乎都是客家人在做，而且一直在做。披肝沥胆照日夜，杜鹃剔血又未灰。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客家人的精神，这是印尼华族的精神。它最终演化为客家人的软实力，成为我们丧礼生涯后继爆发的源泉所在。古往今来，客家人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信奉儒家价值观，强调家庭教育、勤奋与尊重权威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观，尤其是在印尼华商客家人心中根深蒂固，对他们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儒家传统，就是注重长幼尊卑和诚信。这在我们的商业实践中也体现淋漓尽致。说到悉尼这个商业环境，我在雅加达很多客家亲友，老一辈华侨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不懂法律，口头承诺守信便是他们的经营商必须的前提条件。也许正是这个劣势，才培养出良好的商业传统。我本人对此深有体会。华商做生意靠的就是2个字：诚信。70年代，唐人街早巴沙的土产批发商，几百包米、糖、加惠豆、几卡车的货物交给商家，没有合同，就是香烟纸上写上纸条就 OK 了。但是不会吃皮赖账，来往账目都是清清楚楚。如果有谁做事情不踏实，只要有一次不讲诚信，就从此市场上就没有立足之地。除此之外，勤奋好些也必不可少。当然还要为人忠厚仗义，敢于担当。在这个方面，我们兄弟姐妹大程度上都是受到父母的影响。我的父亲早年17岁就从梅县老家到了印尼，孤身一人，赤手空拳。后来成家立业，四处奔波，也只是在南榜的巴萨靠摆摊售卖广东烧腊，以母亲含辛茹苦养活我们10个兄弟姐妹。父亲每天凌晨2点就要起床打理生意，长年累月，天天如此。由于太过劳累，59岁便英年早逝。父亲虽然只是一个小生意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但是再苦再累，都充满斗志，从来不向生活低头。他无权无势，却为人厚道，又能仗义直言，好打抱不平，在那一代客家乡亲中很有威望。父亲用言传身教，使我们从小就懂得，做人必须勤奋，不可偷懒。必须诚实，不可撒谎，尊敬长辈，爱惜弟妹，饮水思源，不可忘本。他还教导我们做人要有志气。大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
人穷是志不穷，一定要勇于进取这些教会，都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们的处事准则，经久不变。可想而知，一生坎坷的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给子女，但是对我们来说，他生前灌输的人生哲理，却比任何遗产更重要，也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令我们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最后，我想说的是，印尼客家华商仍然保持着强烈共同体的意识，相互支持，培育企业的种子。我们在美丽富饶的千岛之国，世代耕耘，拥有广泛的商贸网络和人脉资源。我本人在雅加达和西江买下了超过1000公顷的园区，正在进行工商、工业、地产和商品住宅开发。从观整个印尼，为了确保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需要大规模的外来投资，以加快资源的利用。我坚信，无论谁当总统，印尼的各个岛屿开发建设都是他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在这里热忱欢迎你们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乡贤、工商俊杰前来印尼考察。我愿意为大家在印尼投资、复利、牵线大桥，并且携手合作共赢，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愿客家精神发扬光大，再添火焰。谢谢大家。感谢你邱昌仁董事长哈来分享哈，在这边我们也能够听到我们资深也就是上一代的这个我们的客家人的后人的大片的故事我们也受益了良多接下来你请你泰国的邱威公邱主席邱总台他是在线上来你报告你开始来，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邱主席听到吗？好，那请你跟我们报告哎，大家好，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吧？听到了。可能听不见吧？还是可以，我这么说。你通知我一声好不好？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听到。听得到 ，OK， 好。我邱威公是泰国的华裔，我在泰国第4代了。我的祖先是客家人，我这个曾祖母是泰国人，祖母是潮州人，妈妈是泰国人、客家人还有缅甸人，所以就是我是邱威公。我今天会讲华语，会讲国语。因为我曾经在台湾上学，我在1975年我离开台湾，回到泰国来，所以我今天已经70岁了，我以前在台湾，我在台湾大学机械系，1975年离开台湾。那在泰国嘛，我今天做了
这个泰中商委会的主席，同时我也在从我的事业是做工业园区。等一下，我再把这个 video 放给大家，大概3分钟多，快4分钟哈。就介绍简单的，我是在泰国这里呢，都是做这个发展，开这个工业区，变成一个工业城。哦，我们最近跟台湾中兴工程顾问做了一个台北智慧城。哦，然后在这里我们也做了很多。不管是中国的智慧城，还有这个韩国智慧城、欧盟智慧城、日本智慧城，还有医疗城。我让大家先看我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介绍哦。我们这个组织叫安美德。哦，大概3分钟多，快4分钟，请你放我的这个 video 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好，工作人员麻烦你放一下 ，OK。等东盟重镇已开发土地面积100多平方公里，超过1400家工厂入驻。提供33万多个就业岗位，这就是安美德。安美德是谁？安美德工业园由泰国华裔企业家邱威公先生于1989年在泰国创立。30多年以来，安美德凭借不断的技术支持和创新，在泰国、越南和老挝拥有8大产业园，吸引1400多家工厂入驻。创造600多亿美元产值，为当地提供30多万个就业岗位。目前正已开发700平方公里土地，吸纳超过100万的就业人口，拥有100家子公司为目标，致力于全方位地将工业园区转变为智慧城市，为2040年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而努力前行。安美德成就了什么？作为投资成功率高达99%的工业园区，目前已有超过200家优秀的中国大陆企业入驻安美德旗下的工业园，包括杭州中策、浙江富通、深圳中集、江苏润阳等各领域领先企业。此外，安美德还吸引了宝马、丰田、三菱、雀巢、普林斯通、本田、索尼、博世等世界级商业巨头入驻。领先的发展理念、成熟的运营模式、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越的投资政策，安美德助力企业跨国发展，成就未来更多机遇。All win is mean everyone success, everyone happy, everywhere Amata go. We are one family. 在安美德可以获得什么？在一个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和公用设施、电力、水源和其他基础设施日益稀缺的大环境下，安美德提供全通一平，包括提供战略性地理位置、水源、充足电力、污水处理、环保绿化、新能源、医院、当地以及国际学校等基础设施，为投资打造稳定的生产经营平台。围绕企业在东盟投资建厂，安美德提供涵盖前期咨询、中期建设与后续的维护服务的一站式产业投资全方位服务。正如邱威公先生所说，在安美德，客户可以专注于生产和销售，其他事情都由安美德来处理。安美德的未来，安美德将继续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通力合作，打造更多国际区块智慧城市，
并以开发建设全球领先的安全可靠、可持续发展、最先进的产业园为目标，打造全球最大、最成功的海外中国城，为中国企业的蓬勃发展添砖助力。选择安美德，选择成功。嗨，大家好，大概简单的介绍哈，大家今天所看在 video 里面，就是已经在安美德已经做了，已经发展了。我今天都感觉到我是一个第4代的客家人呢。在泰国，我觉得我走对了这个国家，也走对了这个企业。我其实呢，我这个书啊，我今天忘记了，我这个有书，我这个写了有25本书，然后在泰国印了这个卖了1100万本，我忘记了上网给大家看。然后国王有一个单位在15年前呢，就把我这个书这个自传的，把它做成这个电视剧哦，所以大家万一我忘了没有，我在网上以后再送给我们的客家公会这个电子书，大家可以去看，做一个好人，好不好？大概我简单的介绍我背景，跟我在做的一些工作，让所有的客家人呢，到泰国来的时候，请到我这边来光临。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你感谢你邱威公啊，总裁啊，谢谢你的分享啊。那我们现在继续啊，由我们的这个回应人啊，由我们的厉董事长来，请跟我们回应一下。好，刚刚三位这个报告人的这个一些内容啊，请。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啊！各位演讲嘉宾大家好。我是利民县啊，屏东尼埔的人。以前这个尼埔贵中体育界啊，来面高中的时间去高雄中学啊。太好时间，台湾太好经济系啊，刚刚有几位先进是学长学弟啊，包括泰国的邱总裁。那对不起，我转换成那个国语，因为太久没有讲客家话，讲得没改深啊。感觉很荣幸啊，也很高兴能够来参加今天的一个座谈会。那我目前是担任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啊。那我的一些工作经历也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啊。那我毕业以后，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是在花旗银行啊。我在花旗银行大概有25年的工作经历啊。那么在2005年到2010年的时候，我是担任花旗银行台湾的董事长。后来，花旗银行在中国大陆，它收购了一间银行啊，叫做中国的广东发展银行。我不知道各位可能也许有中国大陆来的乡亲可能会知道，它是在广东省广州市。那花旗购并了这家银行之后，他就派我去广发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担任行长的职务啊。那我在广州待了6年半，那一直到2016年啊，我回到台湾以后再加入中国信托，所以我个人的经历大部分是在金融界啊。
也是比较特殊。我是大概唯一的台湾人，在美国的银行、在中国的银行以及台湾的银行担任过高阶主管的职位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我不知道。看现在两岸的关系的话，后面大概也很难有台湾人在中国的银行担任这个高管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个刚刚几位前辈提到的我心里面的感触蛮深啊。我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时间在广州，那因为本身是客家人，我这个姓厉就是一个客家姓，是广东客家姓。那广发银行在中国来讲算是一个中大型的银行，也是广东省最大的银行，所以在广东省每一个县市我们都有分行，所以我特地跑到梅州梅县因为我们那个老家不是老祖宗的，就从那边过来。那我们有个分行在那边，所以我到了梅县之后，我就请我的同事带我去参拜这个厉氏宗祠就我们姓厉的，在梅州的蕉岭这个地方有一个厉氏宗祠庙，所以我同事就带我去参拜。那我受到非常高规格的一个待遇，因为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的职位等于大陆他们说是厅级干部厅长级的，所以我去的时候也受到厉氏宗祠的总干事非常热烈的欢迎，放鞭炮欢迎我当然也不免的要捐一些钱给那个厉氏宗祠。那蛮有趣的时候，我到的蕉岭这个地方，发觉这个也是有一些台湾大概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他们那个祖先都从那。最有名的当然是那个有一位邱逢甲，邱逢甲就是那个梅县那个蕉岭人，我也参观他的故居。当然在大陆有很多名人也是从那里出来，包括这个大陆以前的军事头子叶剑英也是蕉岭那边的人。所以那次的经验非常非常的特别，感触也很深那在这个2016年回到中国信托后来担任这个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的董事长。中国信托是台湾最国际化的银行当然规模也是台湾最大那么在14个国家有这个网点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还有东南亚刚刚提到的泰国、越南、印尼、新加坡、菲律宾这些都有网点。当然还有在香港，还有中国大陆也都有这个网点，还包括澳洲。刚刚那个叶会长也是我们的澳洲的客户，还有这个张会长也是我们泰国银行的客户，包括这个邱会长，应该是我将来要极力争取的泰国的客户这个是，那也非常感到非常的骄傲，他们在各个地方，我们客家的乡亲都有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我想他们刚刚都不约而同谈到一个客家人精神，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就是应景的精神。那我的观察，听几位先进的一个演讲可以看到，当然他们是上一代或者是上2代或者3代4代他们的祖先到。有的是他们本人才在这个当地发展成现在那么大的事业，但是客家人也好，台商也好，或者华侨也好我想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刻苦耐劳、坚毅不拔。我想不仅仅是客家人，我想当初筚路蓝缕在当地不管是300年、400年前去的，或者是最近才去的。这我想都是代表一种刻苦耐劳、这个坚毅不拔的精神，所以在当地才有那么一个好的成就。我个人接触过，因为以前在外商工作，或者在中国工作，或者是在中国信托工作，我跑过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地方。我现在本人还担任我们美国银行的董事长，就中国信托在美国，还有加拿大子行的董事长。
但是我在接触这些台商或者华侨，我今天才第一次才知道他们是客家人。那个张会长以前我在曼谷还跟他一起打过球，我也不晓得他客家人。那个叶会长在澳洲是我们客户，我也不晓得他客家人。客家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是比较隐性的啊，可能为了做生意方便，当然一团结起来，大家不管是中青会或者一些乡亲会同乡会一聚会的时候那种热情啊，我想就马上展现出来。所以这个从第一代或者上一代，我的观察是我们的客家乡亲或者台商啊，那以前我们金融业在往来的时候，往往我不知道以前媒体有一句话其实不太好听，他们就我们银行要跟这些台商，他们在台湾没有根据地，然后媒体把他们称为无根台商，啊，所以我们到那边，他们在台湾有很多是没有总部，金融业到当地的时候，在征信上面，在放款上面，在往来上面就会比较谨慎一点。其实像我们中国信托从25、6年前开始在海外发展到现在，已经深入到当地的台商或者华侨啊，这些在台湾没有根据地。当然，现在很多台湾的大企业在东南亚、在美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都有分支机构。我们要往来很快，征信我只要找他总部。但是像我们刚刚这几位客家乡亲在当地的发展，以前这个名词说老实话有点误解，有点曲解啊，而且有点歧视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是现在慢慢这几年，我们没有再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我记得在10年前、10几年前，才会谈无根台商，尤其是经济部或者是商，在统计的时候，无根台商到底在当地的发展、当地的经济。所以其实刚刚几位讲者的例子，我可以发现，我们的客家乡呢，在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上面，是贡献非常的大啊，然后也提拔培育了很多当地的人才啊，这是我觉得是我的观察是，不仅仅是他们事业成功，我觉得是培养了当地，不管是泰国、越南、菲律宾，甚至澳洲啊这些东南亚啊。都培养成当地人，但我现在的观察是，他们应该开始要迈入下一个阶段，因为早期大家去，因为东南亚的资源很丰富，在国外资源比台湾多，尤其是土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土地开发商，或者做物流，或者是传统的制造业，要工厂，或者是土地，刚刚讲100公顷、1000公尺，包括刚刚那位邱会长，泰国的邱会长讲。那个工业区的，当我们看到现在的环境已经在改变，就是我们可以看从18年的中美贸易战，从 COVID-19， 从俄乌战争，还有这个供应链结构的改变，还有最近的半导体晶片的战争，数位金融，这些慢慢的，我这边给我们的客家乡亲台商朋友一个建议，你要注意这个外在环境，现在的环境跟以前非常非常不一样。不是传统我们客家人讲应景精神或者刻苦耐劳、坚毅不拔，你的事业在传统观念上一定能够成功，也能胜过别人。你要进一步的有差异化的话，这些新的科技、环境的变化，你要怎么样把握住？你在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还有跟一些伙伴合作上面，这种反而比我们传统上讲的应景精神可能来得重要，因为现在的竞争，你讲没有掌握到的话，1年2年，你可能就是1或者0，生存或者死亡的一个战争啊，不是以前传统的那种竞争，大家互相合作还可以，我少赚一点多赚一点，少赔一点多赔一点，大概差距不大。将来的商业的竞争跟现在国与国的竞争、地缘战争一样，你没有掌握到，可能是归零，或者是全赢。所以这边我的观察啊，以我接触那么多一些海外的企业，还有台湾朋友，这边也给各位我们的客家乡亲啊，在海外打拼的一点，我想
台湾有很多丰富的资源，台湾的人才，台湾先进的科技，也欢迎各位客家乡亲多多跟我们台湾这边多联系接触，将来看看需要我们可以服务到的地方，尽量不要客气，啊，给我们多多指教，跟我们联系。好，我大概就简单短评到这里，谢谢各位。感谢Annie李董事长。还是Annie，刚刚Annie李董事长有提到，讲Annie客家人其实不管在国内在国外，以前大家都是隐性的，但是经过我们客家委员会的推广，把我们客家推出去，不管是国内还海外，我们都很大声的能够告诉大家说，我是客家人，我讲人啦我不是因为冇讲我是客家人，因为唔想理啊，我冇看过你客家想理的啦唔好意思，我係想装文章的章，make sense 啦所以以后我们可以继续交流好，接下去 Annie 來分享了補充一下，排些剛才冇介紹到 Annie 黃董事長的公司名字四聯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我們現在請我們黃董事長來 Annie 回應一下謝謝。呢個各位菜場嘅客家好朋友，大家好。我想บอก我今年幾歲？我今年83歲咯。家下聽到前面嘅前輩嘅介紹，特別係看到代表性，咁樣講，又嘅家嘅小董事長啲嘅 online 嘅介紹，嘅 TC 台。任你嘅小先生，第二台對媒人，我以為媒人呢，我係第六台，台灣第六台。韓國台灣本身第一台，將對歐洲入動，而家入動有介紹，而家對歐洲嘅發展呢，全部可能就第一台，第一台人家台上，談到。一個報告非常嘅感動，咁樣講，世界客家人各行各業啊，有農業啊、科技嘅、不動產啊、酒店啊，全部都成功，全部都達標。所以呢，咁樣呢，我哋客家人啊，要有更有嘅信心啦，係我對菜體嘅按了不起嘅發展。對你菜體國家，對你台灣，對你客家嘅前天講客家人冇問題，客家人有信用，像比方講，除咗老人家對客家人，甚至你下一代可以海外打拼，先打基礎就打好嚟啦。大家做客生，你慢講，還忙作戰，人對你人就好人相，或者得到真好嘅。方便性啦，所以我嘅感覺到也個用嘅成就啦出得肯定，大家來拍手鼓勵聲望之間。三年呢，對兩個特別嘅重點嘅題目，所以你客家老菜體國當嗰啲國家。經濟發展兩個國土我嚟表示我要準備一個 PowerPoint 啦，我照亮嚟講，好 start。我一咁樣，我講我83歲，我簽到啦。台灣大學法律呢畢業啦，入邊讀到我嘅當時咪咁樣嘅中國信託攞前面嘅嘛，唔記得冇？記得我空氣嘅佢經濟系嘅啦，咁樣簽到，我可能有啲嘅黃文堯啦 ，Charles Wang 啦，Citibank 啦，樣嘢簽到，講起來最緊要 ，My first work job is being banker，the Nippon Kanyo Bank Taipei branch，OK，
OK， 这样讲，我就照了来讲，啊，照了来讲，好 ，next。所以我就讲，我就照基本嘅題目來講法啦，吼，題目嘅嘛就講了解客家吼蔡天國嘅經濟嘅關聯性，所以講蔡天國嘅客家人，就對嗰啲客家人喺台上喺海外去投資嘅非常大的助力。大家講，盲作戰就人就對你好人相，當然奉騙，吼，這樣講，所以嚟講。對外投資，要買從地緣政治中避險獲利，特別兩個地緣政治的風險，烏克蘭戰爭、南海、東海、台灣海峽很多方面，韓國、南北韓，全世界都是可能100年來一戰、二戰以後非常不一樣的巨變。這個巨變發展中，我們也不曉得會變成怎麼樣。這樣的時候。風險的控管 （risk management） 非常重要，所以這邊呢，後代你們講去投資啊，像印尼發湯姆士、泰國發湯姆士、越南發湯姆士樣啊曬，看起咗不然偏就係唔掂啦。喺講人文發達地位，又唔係講人文，不然偏係唔掂。誒，後代按到客家嘢，像比如講，我出差去印尼、去馬來西亞。一搞我名片，就談到幾客家人，計對方嘅高級幹部個人就係客家人，一下就當防騙出來用錢，所以兩個可是首要之務必須克服語言、文化、法律風險、習慣的隔閡，建立和諧的勞資關係及有效與各相關單位的溝通，方便溝通。有客家這個，若一開始能透過一開始已在當地在帝國落地生根的客家族群管道，和懂得當地語言、客家話、華語，運用客家人的人才，不但可以促進投資經營管理的安全感，也能降低經營壓力，事半功倍。並可達到有效的促進在地國經濟發展的結果。下一個，好，另外就是像以台灣為例啦，新南向政治、新南向的投資，結合在地國客家人才的優勢，像由於台灣不是 RCEP 的成員，我們台灣沒有參加，所以無法取得免稅優勢。致使台灣出口東協市場相對不利，東南亞，加上美中對立，台商需另覓海外生產基地，因此新南向投資顯得更為重要。若在推進南向投資計劃的時候，配合該國就是在地國的客家人力與資源的協助，必能減少進入的障礙，降低風險，提升效率，帶動該國就在地國的經濟發展。像尤其我們今年政府將新南向政策定位為台灣的亞洲戰略，包括經貿投資、農業公衛生、醫療、教育、人才培育等。從2016年到2022年，台灣對新南向國家的雙邊貿易大幅成長，台灣對新南向投資也超越對中國的投資額，並減少台灣對中國的經貿依存度，在國際間也能更凸顯台灣能幫忙、台灣 can help 的優勢。下一個。海外客家人變身成為傳承客家的關鍵主力，這一點不曉得對不對了？可以請教各位了啊。就是說，雖然全球客家人都是從中國的中原地區移民，剛才講我是第6代，但現今中國的語言政策對普通話以外的各族語言不斷打壓，像大家都知道嘛，維吾爾人也被打壓，
广东话、粤语、香港语，甚至最近内蒙古语、内蒙我也去过内蒙，都是被打压。因此可以推测，在中国这客家话也没有办法幸免，客家语将很困难传承，没有那么自由。像现在这样来开一个会，恐在中国就不行了，就违规了。我们自由自在，这一点，所以说，既然在中国客家话不能自由传承，那么怎么办？靠海外的客家人，这样，今后要保卫客家语及客家文化永续传承的重责大任，则需转由中国以外的海外客家人来承担，因为在里面他没有办法发挥，尤其在台湾的客家人，更要带头做起。这对不对了？好，下一个，串联海外客家人，深化全球客家影响力，就是说，借由在地国客家人的助力，及台商的先进经营管理与科技水准。我说实在话，这1-20年来，像我这把年纪，回想过去台湾进步太多了。你看，台积电要教德国人，要帮他训练人才，帮日本训练人才。以前我们到处要向人学，现在人家来向我们学。像我们那个黄仁轩跟印度的中医莫迪同时，随时都可以他们很欢迎。这种都在几十年前难以想象。事实上，台湾的人很重视教育，人才就这样窜出来了，这不知不觉窜出来了。我打一个的讲笑话一样的。我这把年纪的时候的台湾的局势就是孤儿，没有人要理你，很穷，就业困难，所以我们都跑外国。你看看现在那个苏子芬知道。他的爸爸是我同师大数学系，跟我同年。这一次上次跟拜登一起参加美国民主党初选，有个安珠样，他爸爸叫杨介雄，现在搬回来跟我是邻居。他是台大物理系，跟我同届。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不知不觉，你看在美国的社会要去选总统了，他跟我同年龄的。各行各业都很当然在台湾的也都表现很杰出，所以台湾已经具有相当水准的国际级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会错，科技能力也是很不错。这样的话，就是具有这样的能力，不但有助于促成海外事业投资的成功，也带动在地国经济的活络发展与进步。就像我记得，我在1990年去中国大陆，后来去过几次。我当时对上海的印象，真的那时候多么落后。然后知道台商在那里语言方便，不管台湾中小企业的台商，对他们来讲都是观念、经营管理的学习的对象，语言可以通，知道台湾人怎么做，这耳濡目染。所以过去台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现在看统计也知道中国大陆出口台商占的比例很高未来台商势必也会带动在地国经济发展，已经有潜力了。照这个路线走是没有错的。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加速全球各国客家人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我也建议我们台湾应该对海外留学台湾的学生，特别是客家子弟，要伸出亲切之手，多予照顾，将海外各地的客家人串联起来，未来更有力量去发挥客家人的影响力，永续传承客家。好，下一个。这结语时间也到了。好，海外客家企业不但为台商的品牌打下良好基础，台商这算一个 brand 一个品牌，台商好，台商不错，这样的感觉。好，同时带动台湾在全球的存在感。台湾在这里，看得到台湾，虽然台湾那么小，建立台湾的良好形象。今日海外客家人
在全球各领域所展现出来的奋斗成就，令人感动，真的值得年轻人学习。这就是客家园良性循环的现在进行式，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谢谢各位。感谢黄董事长，对我们这一次这个题目的这个回应，其实听了这么多我们这个前辈们的不管是分享也好，回应也好，其实我们都这个感受良多啦，也学习到很多。其实大家坐在这里，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不管是创业也好，奋斗也好，都有你们的故事。其实我们在海外呢，打拼在经济上，在事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刚刚也说过了，那我们能够协助我们国家的外交处境，也是坦白讲，也是靠经济。你没有经济的实力做后盾，你也没有办法推动任何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去帮国家做所谓的国民外交，还有我们客家文化的延续。所以刚刚我们在前一段，我们非洲的罗总会长也讲，我们在我们国家在外交的处境上，真的是靠我们台商，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客家乡亲不管是华商也好了我想当地的客家人也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客家与在地经济的这个关系关联那我想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很想知道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故事，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在台上跟你们继续的回复或者是回答，但是待会我们在晚宴上，或者是下一个环节的这个讨论上，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可以把它再做一个整理，再做一个发言。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谢谢各位，我们这个桥段就在这边结束，谢谢，谢谢所有的报告还有回应人，谢谢。感谢各位嘅分享，亚视团的立场也蛮顺利。亚视团的立场到鸦片结束，休息嘅時間到4點45分，請大家坐地到非常愛拿點心、茶水還有咖啡，多謝大家。